SEO is dead。我哋睇下 Perplexity 點樣理解 SEO is dead 呢句話最早可以追溯到1997年，當時 Richard Hoy 就講過類似嘅說話，抱怨搜尋引擎太難搞，優化浪費時間。之後呢，從2003年嘅 Google Florida 更新開始，就一直有 SEO 已死嘅講法。每逢 Google 大更新之後，大家就紛紛講舊招式失效咗，但其實佢從唔係真死，只係不停進化。SEO is dead， 聽起上嚟幾戲劇化嘅，其實只係變得更聰明。而家 Google 更注重用戶體驗、AI 搜尋同埋優質內容，即係 EEAT， 而唔係單純靠關鍵字堆砌。如果仲喺度傳統 SEO 嘅話，確實可能覺得 SEO 已死，但適應新規則，佢仲係會能夠帶嚟流量。到底 Google 同 Perplexity 有啲咩分別呢？ Perplexity 嘅回應係 Perplexity 係 AI 搜尋助手，專門幫你快速揾到最新資訊。但 SEO 冇死嘅原因係 AI 仲係得依賴優質相關嘅內容嚟俾出準確答案。如果網站冇做好嘅 SEO 及內容，就容易被埋沒。SEO 只係從關鍵字遊戲變成內容品質戰啫。AI 補充咗搜尋，但係冇取代佢。咁到底 Google 同 Perplexity 嘅差距喺邊呢？同 Google 比起嚟 ，Perplexity 似一個靈活嘅小助手，而 Google 係搜尋界嘅巨頭。Google 有海量數據同全球基礎設施 ，Perplexity 更專注 AI 驅動嘅精準即時答案，唔會塞滿廣告。簡單嚟講 ，Google 係百科全書 ，Perplexity 則似係私人偵探。